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3章。迄时，大祭司以利亚实甲伊个同事起来重建羊门，按门线，将门圣化归上主。因搁去城墙到哈米亚楼甲哈南业楼，将伊圣化归上主。接续去做的是耶利哥人，接续因的是임利的囝撒克。哈西那遐个囝重建西门，安置牛甲门线、门串甲门锁。接续因修建城墙的是哈戈斯的孙乌利亚的囝米利末。接续伊的是米士撒别的孙比利加的囝米苏兰。接续伊的是巴纳的囝撒督。接续伊的是提哥亚人，毋过因的贵族无要负责受指派的工作。巴西亚的囝亚和亚代甲比所代的囝米苏兰修理古门，安置牛、门线、门串甲门锁。接续因修建城墙的是基遍人米拉提甲米伦人雅顿，以及何西省省长所管的基遍人甲米斯巴人。接续因的是帕金师傅哈海雅的囝乌瑟。接续伊的是做香料的哈纳尼亚。这人收造耶路撒冷到看墙。接续因修建城墙的是何尼的囝，管理一半耶路撒冷城区的利法雅。接续伊的是哈罗伯的囝亚大雅，伊修建伊家己的厝对面的城墙。接续伊的是哈沙尼的囝哈督。哈林的囝马基雅甲巴哈摩押的囝哈述修理的一段以及路楼。接续因的是哈罗希的囝，管理一半耶路撒冷城区的沙龙甲伊遐个查某囝。哈伦甲撒那亚的住民修理山谷门，因做城门，安置门线、门串甲门锁，搁修理城墙440公尺到本锁门。管理北哈基林地区的利甲的囝马基雅修建本锁门，做城门，安置门线、门串甲门锁。管理米斯巴地区的国何西的囝沙伦修建蛇门，做城门，坎厝顶安置门线、门串甲门锁，搁修建皇家飞航附近的塞罗亚池的城，到迄个对达比城落来的街仔。接续伊修建城墙的是管理一半北属城区的阿伯的囝尼希米，伊修理到大毕坟墓的对面，搁刷到人造池以及英雄馆。接续伊修建城墙的是利未人巴尼的囝利宏。接续伊的是管理一半基拉地区的哈沙比雅，伊修建伊治理的地区。接续伊修建的是因的亲族希那达的囝巴瓦伊，伊管理另外一半的
基拉地区。接续伊个是耶稣仔个囝以谢尼，伊管理米斯巴，修建上去武器库个对面城墙挖角迄段。接续伊个是撒该个囝巴录，尽力修建对城墙挖角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公馆个门口迄段。接续伊个是哈哥斯个孙乌利亚个囝米利末，修建对以利亚实公馆个门口到公馆个尽头迄段。接续伊修建城墙个是住伫耶路撒冷附近地区遐个祭司。接续因个是便雅悯甲哈述，因修建因兜对面迄段。接续因个是阿兰雅个孙马西亚个囝阿撒利亚，伊修建伊个厝附近迄段。接续伊个是希那达个囝宾类，伊修建对阿撒利亚个厝到城墙个挖角到城角迄段。乌塞个囝巴拉负责城墙挖角个对面瓦郡警卫亭方宫顶面个城楼迄段。接续伊个是巴录个囝比大雅，甲住伫高菲勒圣殿个工人，因修建东边个水门对面甲较悬个城楼迄段。接续伊个是提哥亚人，因修建对迄个较悬个大城楼对面到高菲勒个城迄段。对马门上北迄段祭司修建因家己个厝对面个城墙。接续因个是因密个囝撒督，伊修建伊个厝对面个城墙。接续伊修建个是东门个守卫是加年个囝是玛雅。接续伊个是示利米亚个囝哈纳尼亚，甲撒拉个第六囝哈伦，因阁修建一段。接续因个是比利加个囝米斯兰，伊修建家己个厝对面迄段。接续伊个是帕金师傅马基亚，伊修建到圣殿个工人甲生理人个厝迄段，是对吊一门个对面到城角个楼。帕金师傅甲生理人修建对城角个楼到阳门迄段。